来到金门，100多岁的老房子仿佛说着另一个时空的故事。木头窗棂、红瓦石墙，古朴陈旧，牵引出赖美秀的旧日情怀。当时我进来这一间古厝民宿以后，第一个感觉就是回想到以前台湾我的阿嬷，然后就是睡在阿嬷的大花布的床上，把遥远的怀念重现眼前。古厝里处处有花布的踪影。学设计的赖美秀把自己的热爱和知识都展现出来，有一些抱枕啊，或者是小饰品啊，然后都是自己 DIY 制作的。因为这个桌子其实它是一个门板，那我把它拿来当桌面，用双手为老气息的建筑抹上素雅的颜色。开窗撞见阳光灿烂，一如8年前为了一场喜宴踏上金门遇见的精彩。金门的古迹、建筑、文化深深吸引赖美秀。第一趟旅行从8天变成4个月，还因此决定定居异乡。我常常跟我的客人说，金门的土会黏人，就是它是一个很容易吸引你会想要留下来的地方。留下来，进而参与投标，成为古厝民宿的经营者。自称生活白痴的赖美秀，生活因此完全改变。首先，她得听懂老房子说的话。我们都有天井，那天井都是开放空间，那比较多的灰尘，所以在管理上要比一般的现代化的建筑要花更多的心思。亲力亲为，能力也因此锻炼出来。为自己热爱的生活忙碌，赖美秀说：“一个人离乡背井并不寂寞。”我晓得讲呢，张无伊精彩啊，张无伊精彩，要会安排生活才会精彩。红瓦石墙老宅院多了花布的装点，在复古的风华里多了浓厚的人情味。我晓得讲呢，张无伊精彩，我晓得讲呢，张无伊精彩。